谁来做客？欢迎来了，今日来坐了的呢是算我的老朋友。英国没可讲是大家的老朋友吼，是严安人蔡一伟先生，欢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蔡一伟。原来时代下其实美国就冇见的呢，不错，大概可以见面，因为原来认识。英國可以講客家天是一多年嘅咧，錄音是一多年。啊，對於嗰多年來講咧，都係提供余偉老師係幾好嘅演講人。啊，可能有些人知道唔過會畫圖，可是我們就小扣題一條事情。啊，一個節目咧都係我用老師帶來一條小物嚇來解釋，我相信佢哋都可以談到幾多嘅故事。哦，我哋都這樣處理來，不然人聽以後。语文老师在，是不是很语文老师啊？这个叫 Seven， 超人力霸王，就是说乌鲁托妈妈，就是宇宙超人7号。语文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哈，贵到想会比较唔严哈，我们就用这个比较诙谐，也给拍个，也给一多年嘞，这看起来很有历史的。其实俩差不多是90年代复制，从复刻版。谁是这样哈？因为我们台湾只有播那个科幻片、卡通片，只有《无敌铁金刚》跟《科学小飞侠》。但是我们可以常在师兄自己一本的书当或者咸蛋超人，我很喜欢。那最早在乖乖大概中班的时候，乖乖里面打开有送一个咸蛋超人的照片。来，你刚才买个东西，不过很多有些人说哇，这个什么造型那么漂亮，这一定是超人。很多人就一直在追，就是各书店啊去找资料啊。师兄你在光华商场。因为光华商场就是专门，比方说在DC， 比方说钢铁人呐、蝙蝠侠、超人，美系的跟日系的漫画追斗的收藏，以前都混在那边。人看到亚鬼道路嘿，亚就嘿好多亚给人工的嘿妇科的，不过亚给路嘿，真的你小时候的。对，你看民国60几年，那个皮破掉了。哇哦，该隐身童子动物命哎，那种隐身童子啊，下喷的该本哈。很多全怪兽怪人大百科，你可以翻一下，里面都是每个超人的资料，他是昭和几年，然后他身高体重有多少都有写，说比方身高57公尺啊，那我记得无敌铁金刚身高18公尺，然后那个没这个无用的资讯，因为我读书啊，所以就我觉得都就是逃避那种升学主义，进入那个科幻还有武侠想象的世界里面。我说满世界你会拍这些超人的，对，有空我们去念文啊，也就乱写，比方说那个什么物语啊、盐业啊，那个就是乱猜，不知道物语是什么，也不知道盐业是什么，就然后那个平假片假就自己乱念这样子。哦，我说满世界特别喜欢，因为这些时间其实大部分的声音呢，如果好漫画那个东西，你是专攻超人类耶？我比较偏好还有一种运动的漫画啦哈，比如好小子剑道啊，我比较偏好科幻的，像日本作家永井豪哈，八手三郎啦，齐藤隆夫就会设计科学小飞侠，永井豪就是设计无敌铁金刚系列的，比较注意科幻系列。我那谁又发漫画，因为半咖目的表买起，但是有图档，我到时候再寄过来。6年级、1年级的国一的时候啊，又发自己设计超人，有那种火焰魔神啊，还有那个叫做机械人999啊。我说满世界想要做漫画家我说很真紧去个画漫画。后来因为爸爸是学该纯美术嘛哈，后来就考美术班，就走纯美术的路了。本来有做漫画家，偶像手冢治虫啊，永井豪啊，都看你们假面超人的原作叫《死神章太郎》，都是我的偶像。你讲后来他也有去想，为什么你特别喜欢超人？因为人家讲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我懂好复搞哲学其实也没有说很接近哪一个道场，但是很喜欢佛教的道理。佛教里面有菩萨，就牺牲自己来奉献给别人嘛哈。那其实你看，不管是日本啊，还有美国的超人哈，其实有全部有一张故事，就是他们可能本身都有一点点缺陷。比方说原子小金刚，它是人类造出来的。那他去帮人类去消灭坏的机器人，就是说这些超人本身都有一些，比方说超人只能变身3分钟，
它本身有一些困难，可是他也会全 TQ 的因类哈去奉献他自己。我觉得其实我在超人里面学到一种勇敢跟服务牺牲的精神。对对对，这是你向往那种。但是以前我记得科技小飞侠播了以后哈，可能是好像有个小朋友从2楼还是3楼，就我是小飞侠跳起来摔死了。那因为杨永兴后来台湾就禁播这种科幻超人了。台湾当年其实后来播小甜甜或世界名著，所以科幻的卡通在台湾那个时候是比较被压抑的。刚万岁黑一定用哪些声音呢？我爸爸讲，我是聊聊蛮皮哦，有昂昂，不是说真的很坏，我让你凶打嘛，该种，主要昂昂又有一点精进，就是又有点聪明，又有点傻傻的，这样不是真的很坏，有小皮这样子。不好读书。我很爱读书，只是数学真的听不懂，就完全以前上课的时间哈，老师说这样听不懂的举手，然后我就举手，好，没关系，再来。这样听不懂的举手，剩下3、4个，还听不懂哦。好，再来。这样还是听不懂的举手。你这个笨蛋，笨蛋！我其实很认真学习，但是好像有关逻辑的东西哦，可能学美术的大部分还直觉，但这种逻辑性的东西哦，我比较搞不懂。我很认真听，但是完全听不懂它的逻辑，像听外星语一样。那特别又该证明题，有吗？证明题如果考卷上就有4题选择题啊，我就用转笔的，这边写桌上写1、2、3、4转，因为1题都不会啊。然后证明题呢，以前空白老师还不准你空白，空白会打你哦。我就乱写，因为 A 加 B 等于 C， 所以 C 加 D 等于 A， 故得正。就老师乱写，0分。刚他欣赏就会感觉很顽皮，不想学。可是很想要学的，不过会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可能有那个数理障碍。所以我等下有时候加减乘除会算错这样子。古总，你真的是你的那个你的脑筋如何提艺术方面呢？我感觉而且非常偏。但你生活白痴吗？生活一半白痴。动好事，我会自己料理，自己去市场买菜。最近还收拾房间，因为应该抽屉一打开来，哇，以前的照片，然后就进入了时光隧道。想，然后东西全部拿出来哈。哇，越弄越乱，所以我不太敢收东西，就凶天哦，全部就又塞回去。难怪今日以为东西没带到啊。对，我今日本来有带个卡带，去个特别，因为过小3年生啊，就去个跟妈妈要钱30块去买唱片，第一张是安迪威廉斯的唱片，后来还有个贾斯的卡带。我记得我过小6年生，6年级生日，跟姑姑要100块去买那个 Bee Gees。Too much heaven. Wow. Nobody gets too much heaven no more. 所以全世界全部那所有的视频的钱啊，全部会卖卡带到床边，因为不记得带。人家像迄轮他也做的事情，完全都是万岁喜欢的事情呢。我在成长的过程地北都哈，特别是国中3年，然后念国4，开始些所有拼盘一张年的后排全部用给成绩。就是国英数理化这样，因为我的数理化很烂，300分啊，300分我3科加起来只有40分，因为数学0分，那化学10分，物理30分，你英文考100分也没有用，所以我是好班的倒数前5名，倒数前10名。后来因为高中读美术班，全半怂烟全部是喜欢美术的，所以高中以后就后来大学念美术系就过得很快乐。你连回去你喜欢的超人，好像感觉有所以那是我逃避的一个空间，就是科幻的空间，还有武侠那种侠义的世界。就是我是大侠，就打抱不平啊什么的。所以还有叫求复稿，就是佛教牺牲奉献的精神，特别像因为本来记得我看到一张插档贴着那个地藏王菩萨的像，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看到我就目就是流下来了。我说怎么有这么伟大的人这样子？
所以讲科幻日本的日本跟美国的动漫，还有副稿对我的影响动态。不过一个想象就会可能过去份超人那年没有这种长途，有点受苦的人，受苦，那时候以为有一个可能是抒发或者是寄托的对象，也跟人讲过，如果老师有几多可以分享，我们聊一下，等下多种来现场，你试下菜。特别该很多学校的那个工友啊，还有动作该老师都是老兵，讲话乡音很重，三民主义消失给胖呀，画很多老兵，等下现在翻起来觉得很有意思。等下手机动缝片你可以拍高版中的相片，不过这用写生的方式、速写的方式很真正用生命去面对该对象，那种的意义感觉不一样。你等于在创造，或者说你真正用心的在记录那个时空，那个 moment。谁来做客慢言聊聊，今日来做聊的是蔡依薇先生，他都谈到老师讲到万岁喜欢漫画超人，高中透过美术班还有来录正经开始画图，看来也评一本看起来也是很有历史的。其实老师先前主持节目，大概几多？特别主持两个节目差不多2003年按照客家好音乐。还有2007年台湾客翻天，来上节目访问嘅人也是做一方面访问机，一方面老去画速写，一心二用，也系青木正欣上，俩狗身体咧。所以讲其实该地北都发来动动音，还有从该美浓八音团啊，钟彩祥老师发动都该龙音嘎，俩做摸出来咧。还有该什么客家的歌仔戏徐兰妹，还有老的乐师，然后俩。翻起的感觉非常有意义，有个记录该世界的那种心情。教画图都是高中一套的美术班，其实都寻到一个生活跟心灵的寄托。因为你各种的世界大部分的事件，像美术课、音乐课都拿去写考卷嘛，就完全没有美学的生活。后来可能我是对音乐跟美术有兴趣，刚好是完全被忽略的。可是不高中的这些。全班都是喜欢美术，然后大家都喜欢听西洋音乐，全部也好朋友。还有因为我爸爸养雄爸爸说你随时要做写生速写的工作，够重的时间随时带一本速写本。还本来有一张翻言我生命中遇到的所有的人都要帮他画一张像，画一张速写，代表我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相遇。有的因为认识的人挺多嘞魔法很多，不过特别画速写画得非常勤。俩翻起来非常感动。比方说有一种一张同学有一天坐在角落哭泣我走到去发下来，叫爸爸慈善，就不想到同学讲就躲在角落一个人啜泣。那张画我又画得很好，就躲在角落，然后头低低的这样子。还有发该老兵，特别该很多学校的那个工友啊，还有动作该老师都是老兵，讲话乡音很重，三民主义消失给胖呀，画很多老兵，等下现在翻起来觉得很有意思。等下手机动缝片你可以拍高版中的相片，不过这用写生的方式、速写的方式很真正用生命去面对该对象。那种的意义感觉不一样，你等于在创造，或者说你真正用心的在记录那个时空，那个 moment。都太好的时间，没黑美术嘛，刚拢会转到音乐耶因为本来读美术系，本来就想可能走毕业走一张美术老师莫出穷爸爸走一张专业的画家，可能因为从小就卖卡带，很喜欢音乐，哼哼唱唱。我也直属学长，又是我的室友，是词曲创作社的社长。头发很长，长得很像李寿全。他说：“学弟，你声音不错，可以来当主唱。”后来开始走乐团主唱。大一的时候唱，然后大二就开始组团。PK 之前，你知道你会唱歌吗？我知道，
本来国小的时候我是少虾，声音很不好听。那国小6年级有一堂音乐课哈，上完以后，我记得以前周6最后一堂都是班会嘛。前一堂那个音乐课上完，老师班会的时候说：“谢伟，你站起来，唱中华民国颂。”我很丢脸，我想说，老师是不是要出我糗啊？叫我唱歌，我唱青海的草原啊。然后后来唱到中华民国，老师说一起唱中华民国，中华。我看那款半首音，就没用非常惊讶的眼神看我，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老师说他声音好不好听？好听。他说音乐老师说你音乐声音很好，该时间该长地，该声音是可以的。还有在国中的时候，发现我自己像九官鸟，就是你听广东像罗文啊，或者到摇滚，到重金属你都可以唱，到爵士。聲音好像什麼都可以唱。那師兄就偏數啲咪都練唱過。嗰個方言，有羅文，一笑到關山，忽見在腰間，從緊個嘅。嗰時其實嗰時都發現，差不多。國小6年生，欣賞上來講聲音不錯，但是我們也沒有注意。那國中就是都躲在廁所裡面唱歌。上去有时候唱太久，我爸爸从窗户这样趴下来，你干什么？吓一跳。结果太后就真的遇到伯乐，很周唱。对，太后也是那首，因为本来是一个爱乐者，那后来因为组乐团，就尝试自己创作。运气动好啦，大3、大4就拿到该青春之星东南亚总冠军，全台湾60个大专院校，60个第1名哦。跟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香港，4国的大学冠军队，然后比赛拿第1名，在青春之星那打第1名。后来第9届大学生下踢一条哈卡狗门不够，也是第1首客家歌得到全国冠军。该本来一张非常自卑的声音给我很大的鼓舞。那爸爸妈妈找的哟，原来你也会唱歌啊！爸爸妈妈也唔知。哇，咩意面咧？你唱唱，你行到音樂嘅條路，行來應該也算順勢，做得人嚟講嘛。剛開始很順，我運氣都好嘛，拿到兩張全國第1名。後來真正進入唱片圈就很艱難，因為寫嘅客家歌曲。後來因為那個時候水晶唱片是台灣最屌的唱片公司，它有出趙一豪啊、陳明章、伍佰啊。而且觉得这个公司很屌，就参加水晶。后来水晶经营不善啊，我刚发片完，在1年多公司就倒闭了。看到亞人度，嗰啲拍咧，又是你另外的動作嘅興趣哈，這可以講興趣嗎？好像也可以算是興趣。各種冇可以用宗教旅遊呢哈。係，我對個宗教藝術特別有興趣。其實從小就當有興趣。我記得我爸爸有本書哈，是日本的佛像。看到個京都奈良佛像，從小就肅然起敬。從良也不動明王，是日本很重要的這個祖尊。他很奇怪，他一隻眼睛，就一隻眼睛左眼半閉，右眼開着，然後嘴巴就這樣，很鬧人。它是一種象徵意義啊。各種宗教都有哎，你睇哪個時間？這個等下貼片，該張，等下動貼片，就這個。它，你看大家有沒有看過這樣的耶穌像？很可愛的可愛版。等下可能很南美洲哈，他們把它 Q 版化的十字架。咁唔同會，這是一種收集的興趣，還是你對宗教感覺特別有影？其實我感覺真正是對宗教有興趣，因為我看到啲宗教藝術的東西哈。我去講美學觀，我感覺藝術應該為人類服務，唔係藝術就為藝術而藝術，或者說藝術是表達自己，或者是丟垃圾。這種有些人在博物館嘛哈，看不懂東西，我看着大家一面有愁容，我就很討厭。我覺得藝術家沒有愛，就是你只是把自己的垃圾吐出來，或者自以為是，自己在野胡纏，在亂參出他自己一套哲學。其實我感覺一張好的藝術品哈，它應該有很多的觸角，大部分人走在感覺到。那我看到的宗教藝術它會給你有一種肅然起敬，就是升起一種謙卑跟虔誠的心，好像靈魂被拉伸了一樣。所以我就特別從小
从小就动好了重工艺术品的，从下北了章我然后还有特别喜欢东正教的东西，像是这是东正教。东正教呢，它记得有该圣母像基督像，他把它画的特别消瘦，给跳故意的，就是他要区隔他不是人，他是神，然后有一种刻苦跟一种坚韧的心情。嘿，它上面贴金箔。这时间还有想会出家系咪？嘿，因为差不多过中的时间啦，那修过主奇怪，我怎么上课是一直这样子？不是数钞票是这样，对不对？那主一直想就我知道那个是佛珠，我手就一直喜欢这样。那我就买一串佛珠好了。那後來就開始念佛這樣。有啲英講國中嚇，國中就開始哦。對。國中的時間開始就想出家，不就想就是想把自己的愛奉獻給社會跟那個嘛，那就太單純了。那後來是留年在。當一起參加個法會啦，也可以放生。那個時候沒有說放生是會反環保，這樣破壞環境。該時間就安布拉11點到碧潭，貴台的嗰種涵啊，還有個蚯蚓都往碧潭倒。那個民國80幾年的時候，然後放生完回家又快12點了，然後一轉眼爸爸媽媽瞪着我這樣，你又去哪裡？我去放生。我養個兒子養這麼大，你要給我出家我現在就死給你看。爸爸注視我就跨在那個欄杆上就跨在那個陽台的欄杆，叫我媽敢喐那個來，你那敢喐痛，然後又射下去，你不是我讓他挑下去。我爸爸媽媽就拿一個肉，然後拿到面前，他就咬，他就射下去。那時候爸爸就說一句說，藝術就是你的宗教，你不一定要出家。該是些唐牧師的。後來睇後，讀秘書呢是長發現，原來藝術也可以像宗教一樣，溫暖人心，撫慰這個世界。所以我說原來爸爸，其實後來看爸爸的日記爸爸的想法也是這樣。爸爸在年輕的時候就把藝術當成這樣來看。基摩特別讓愛講，我覺得就是遺傳。我覺得藝術就是應該就是美化，還有美化這個世界，還有讓大家世界感同的事情，讓佢留下來。後來確實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咁咱等一下呢，意味先生會帶大家去到順義路卡夫區呢，也是從迄個地方老啊，咁呢等下個都進來現場。沒有靈感也係一種感覺，你就等待。其實我感覺有時候抽離，你有時候在那個鑽牛角尖的世界啦，你出唔來。相信藝術出來款氣噶，原來我現在在谷底，但是好像也沒那麼糟。從土台這個去個指南宮到個貓空的山洞，因為佢在木柵那邊20多年嘞。上去心情不好還有清靈感美食節啦，作為一剎10年差送來山洞來欣賞個台北的美麗的夜景。有位大哥多嘞大家去指南宮嗰邊。很強呢。上去釣尾當我強下闖過，你下螺嘞嘴皮鬆掉嘞，嘴巴皮鬆掉。以前年輕的時候很會吹，現在臉皮鬆掉，從個骨打骨的個骨皮鬆掉。差不多過這段時間動氣管修過主動從那給他念珠裝，沒數鈔票那從大概念珠安金修過安金然後我屬於賣個佛珠純陽佛的。其實有人講個可能天色黑藏摸爽，但是差不多17、18歲開始是在
是龙烟啊，该世界是从以表现啊，放生啊，还有动作法会啊。我爸爸讲一个话，我一辈子都记得。他说：“艺术就是你的宗教，你不一定要出家。”该世界很少是去拜在目的，后來太空美術呢這些啦。哦，原來藝術還是可以表達對人生啊，對這個世界的關懷。我本爸爸媽媽阿爸不叫少，所以講唔出家嘞。後來開始也是情竇初開啊，大學的時候就開始交女朋友。其實我感覺本應感覺溫暖感覺快樂感覺喜悅，該屬於一種非宗教性的宗教音樂。我感覺我這個藝術觀美學觀，我感覺藝術是美化心靈的，還有溫暖這個世界的。所以講，某一天藝術家用你的音樂來暖化跟美化人生啊。上次是為了善當啊，清清靈感。呢張創作章，我想最希望係佢嘅作品除咗留下來有很多嘅歌曲拍攝做得了傳承。我就希望就是說，能夠再多寫幾首好歌。現在做客慢嘢來了，好多EV先生帶大家去到一個指南宮如果是從去散步的所在。個樣片裡邊還有個噴鼻鼻的吹口哨，我都有印象就是因為我哋有去下20年前一起去巴西，非常愉快的。剛好個印象都是從糖豆雨薇老師在跟鳥叫，對。我為動作口技，其實係個貴重的時間因為數學課聽不懂，剛跟配年發現很多口技，不要彈牙齒。那口給，還有唐老鴨，還有鳥叫，因為它柔了皮膚鬆掉，以前聲音很亮，人家從摸俺台上，來吃個。等下用慢的，等下這是要練，再加這個，這種口哨的聲音，把它倆並在一起。人家拼用出來，送出來就摸俺台上。你都本人感覺嗰種聲音咧，會不會很常有人這樣跟你講？特別有一張走在捆牽手眼睛，你讓我講，你就是一個小孩子的靈魂，靈魂是一個小孩子。我接下來感覺，我大概現在的狀態還是國小4年級，雖然講人家呼吸啊、跳那麼緊小了，我好像沒有長大。你講其實幹嘛？房貸啊、車貸各種保險啊，各種其實感覺我們應該我就付錢就是，我好像只知道買東西多少錢這樣子。對。嗰種唔係咪？我會感覺講你平常時睇面咧真的就是個形而上的東西咧還有音樂啊也都。沒有啊，也很貪吃啊。我不怕出門，我也賣菜。一早起來就是去賣動作菜啊，喜歡自己做。當然形而上真的是原本講，可能天生的嘛其實雖然講我係雙子座，大家都看我外表好像很開朗，其實我從小就是憂鬱的。不過我下一個嘅態度係溫暖呢，對比較正面的。喺因為你頭都講你感覺藝術唔係只是抒發自己，我會對社會有作用有貢獻。還有就算係悲傷從剛剛寫嘅送片，今日就一步一救我。這是藝術狗訓貼的，藝術呢，在我們家族裡面，大家說他是個 loser，都好是酒但是其實他工作很認真，但是呢，就是以前那個很多羅漢咖可能就是不如意就會酗酒。那其實工作也是非常認真，依然非常好，但是呢，就是他沒有受教育，沒有賺很多錢，沒有受高等教育，其實家族或社會上的人都看他是 loser。後來佢是就是同到狗訓貼的。佢會講出來順利
送在殡仪馆笑杀贼我该就最后一刻要推进去那一刹那，他就哇大哭。该条狗是一刹那1秒钟写好7层。哦，所以我刚才意思是讲，有掉是生命里面的感受。那师兄熊，其实你平常吃饭地不多，不管你食衣住行都像各种养分。比方说这个养分是李子，那个是香蕉，这是凤梨。记得他们同一性地不多啊，因为从酒穷养饵酝酿，时机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旋律就会出来。嘿。刚没讲过灵感枯竭的时间哈。也有啊，很多人爱做地，就是没有灵感，也是一种感觉，你就等待。其实我感觉有时候抽离，你有时候在那个钻牛角尖的世界，然后出来，相信艺术出来看气嘎，原来我现在在谷底，但是好像也没那么糟。动手因为那一张牙签刺这边你一直注意这边就会很痛。其实如果你，比方说你打针，你越怕会越痛，你就不管它，就从也共闹一下，就有时候稍微在那个不好的状态里面，也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灵感。有时候超然的去看它。你也差不多一度些体悟到也个呀？其实最近人家经验长感觉啦，我还是以前年轻的时候还是蛮容易钻牛，有点矛盾。我又很超然，但是又很容易钻牛角尖。因为看那个树叶落下来，我就会难过。我是那种人。刚下国外的时间，一般会讲假的哈。是很快的。我是欠逼型的，就是上去，比方说有个案子拖很久，然后一直不想写，拖到最后，然后有一个追梦有一个这种压力把你挤出来。其实很多都是可能快交差的前一个礼拜前3天，不过我感觉属于后尾作品很奇怪，都好像不是我写的。因为我们个动作做 Q 的朋友记得也有 Q 的感觉。下个花树下，花下跟古秀如吃穿进本来时间，这个词好美那组钢琴上随便一摸，差不多5分钟吧，旋律就出来了。因为上次又因讲可能是上天借着你来传给你的。从一条歌动用名 Yesterday 是 Beatles 的歌曲它是全世界被传唱最高的，有2000多个版本，2000多个录音版本。基奇嘎他不承认是他写的，因为基水墨也是在笨蒙笨刀像 Lady B 啦 Hey Jude 就没基写他承认，但是他不承认 Yesterday 是他写的，因为他觉得那是上天给他的。所以我感觉可能写歌的音某部分可以接到宇宙的频率。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话，它可能就是你生命里面那些动丰富的感觉它化成酿酒一样，下文词也化成文字嘛那我们对肢体敏感的化成舞蹈，那我们旋律就化成旋律。就是圣명地北读那种很丰富的感觉，底心读它会酝酿成东西，会流泻出来。去希望跟别人做沟通，去共同感受生命中的感动的事情。法术下拍黑暗的客家版的 Yesterday 版本也非常多，非常多人在唱。我非常荣幸就会动到白两条歌从世界溜冰大赛用两条歌，还有去年那个那个一只国小拿到世界冠军。记得有亚虫法术所以我感觉非常公用。嘿，合唱团。第二条可能是我追求分享的一条歌，不过做 Q 年就希望有很多的歌曲。其实花树下是2003的作品，已经20几年了。我希望其实动作性够也动火堂，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传唱。好，加多下一趟呢，最尾一趟我团意味先生讲下来是，伊感觉对于有匹配英语的料理，但他可能生系乜嘅。最好的就是去全世界某强的地方去时冲就是他最平民百姓生活的地方。台六啊，各种小吃有动动，跟欧洲啊，也钻到市场里面去。现在做客慢饮了了，给没有了抽了的是蔡依薇先生。语文老师就不用讲抬头，大家都认识，刚刚也给他呢，过去没有
Q 哈屯义理先生。是我们有一起吃饭过吗？好像没有。嘿啊，嗰难得吼，认识人眼中说叫下来吃东西。如果那是对义理先生有特别意义嘅料理系嘛嘅，哈，像处理梦本安呢。噔噔噔噔。一個米粉同嗌粿叫模式嘅呢，我係記得我太好能來到台北，第一擺睇通化街看到安煮嘅米粉。很驚訝哎！冇看過嘞。有人說以為是米其林啊，係啊，個都係米其林。粗米粉到米其林嘅質感還是口感還是不太一樣。其實也唔係客家菜，也係好容易呢。因為我試下。好真嘅。我也是。因為沖繩我們家裡走出去就是一間米粉湯的店。所以講上次媽媽摸走，趙勝走摸走，就為一個米粉湯攤子吃遍吃慣了，你皮頭該米粉湯的味道就有這種回歸到小時候，還有就早上沒有吃到會像中毒一樣會不舒服，那差不多一禮拜一串還是兩串要吃米粉湯都有哈，準是好吃的米粉湯，特別我記得我不下該見那種阿雪米粉湯，沒有牌子，老闆娘叫阿雪，該係特別那種又髒又夠味又好吃的攤子。有咩講呢？其實好吃的米粉湯腸子不能洗乾淨，我記得它的一個大鼎台貨它就在下面洗腸子，內臟沖一沖。因為有人買東西，因為誰該蛀蟲嘛，他根本沒有時間把大腸什麼洗乾淨。我看那個大腸，他就是用廚衛東涼哈，就是他米粉他煮的時候生的豬肺跟大腸就已經丟下來，所以呢，他這個半鍋是應該是熟的，這半鍋還血水也會流過來，就這樣撈。還有我記得一個豆添粉倒味精半包，他直接在你面前倒半杯的味精如果來不是試過處鳳有暗侯式的東西，因為好像他就是要吃那個內臟的味道。其實最主要是比方說頭骨肉加上豬肺最新的內臟大腸小腸，他用該種高湯來該煮該米粉，所以那個米粉才會香。所以越好吃的其實大腸不要洗得太乾淨。萬歲如果去研究做嘛以外按好食係咪？哎呀，其實我還就看他怎麼做，我後來回家我也自己會做。還有後來個阿雪凍走煮狗腎，30年前煮狗腎的嘞，我就全台北市我只要去到哪裡看到米粉湯，只要看到好像人蠻多的，我都一定就會去試2口。好吃的其實冇多，很多人各自有他自己喜歡的。其實我覺得大概沒有超越那個阿雪米粉湯。沒有臭到這麼好吃的今後如果你記憶中嘅米西沒有超越的了。九一這邊賣是還不錯的，是我吃的也是目前前3名。景美夜市景美夜市是始終地北都，趙宣州6點半到1點有一間叫什麼米粉湯我忘記了，反正就是那攤米粉湯，大家可以試試看。煮起唔清氣氛呢語文老師講嘅嗰道拜很貪吃，你喺從細就會很懂。我細細懂炒，我記得我過小2年生不用學做那煮都市凍藥，比方說放學4點多都市凍藥媽媽又都喺摸hand，我煮變相變相個春嚟出來，用豆噴倒下去就煮個佢煮噴。噴飯，摸煮只要用它輪打下，漸就那個煎蛋的，就是蛋湯泡飯。我這個做了些從過小2年就因為貪吃，就很奇怪，就是小時候就大概用碗公吃飯，後來又都好吃水餃，就跟叫媽媽教我。國小4年級就會自己做水餃，切餡是啊，韭菜的啦、高麗菜都會，就叫媽媽教我。哇！咁後來唔該表演也就去大江南北安尼，都我以前好食的。最好就是去全世界冇窮嘅地方去石涌就是他最平民百姓生活的地方。台六嗰種小吃就凍多，跟歐洲也鑽到市場裡面去。你點解很喺石涌自己住了？可是現在好像就遇到身體
对，年岁还多了有三高的问题，因为不抽烟不喝酒，但是三高，太喜欢吃好吃的。顶下好吃的就不太能吃。要吃少一点。除了那个米粉汤啊，新好吃的黑马给什么类型的东西？其实通常很肉，为什么会三高？就都很肉到面食。都好是面，很喜欢吃面。该记得台北的信维市场有好多家炸酱面店。就那个该玩它一台盆啊，本来下台湾，本来按台湾，后来2件事啊少。还记得30年前也大碗的这么大，一盆面，特别一下就付开了，刀切面有没有？手工的面。你跟饮食习惯比较不客家呢，哈。也美啦，就是偏面食，对，好像也是。喜欢饼，好是饼，好是饼绕该面。高可能真紧都会囤卢卡夫君马给有关，对不对？你讲卢卡夫君路米粉汤，不说呢，如果是从这样给，所以你的饮食习惯反而就可能那附近很多偏北方。因为特别武汉春天哈，左右还有那个外省老兵，基调为做该种韭菜盒，不是油煎的，是用烤的该种，非油煎的。还有叫做包啊，还有叫做烧饼烤的冻好吃，还有煎包水煎包，该老蚵仔的味道。其实该每头俩是唔同嘞，俩冻都天意头的该种外省的该种。大陆口味的东西已经走味了。那港木底下因为台湾口味化，动多东西挺甜的。比如说你是水饺都加糖加太多，连水饺都是甜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台湾现在东西偏甜。刚工作你去讲给除了很爱吃以外，你给省发的重心其实从起来。如何饮哦，可以这样讲就是你跟音乐一起那么久，你有对他觉得烦过吗？会啊，上次那位朋友讲过，也是写歌的一个老手，最近又谈音乐了嘛，结果最近不听音乐了，为什么呢？因为听太多也没用，要安静下来，倾听内心的声音。我感觉是一层一层啊，有时候因为糖音乐从谁就卖卡带来糖，真的听太多了。那有时候从头来2年水好像是要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而且我下出气概够 Q。不过其实上期还动作，我摸你还大学生嘛现在的新歌都是女儿介绍给我听的，大白去送来唱，他就会介绍一些新的歌手，真是动火糖，就是说，譬如讲。两百金 Q 奖，大白金 Q 奖都应该音乐不好听难听死都没听过，你们真的要听一下。为什么呢？在几千张的唱片里面专业的音乐人选出来的东西，因为连他们从特别那种唱片很景气的时代，全部会百家争鸣，可能一摸资讯一摸糖度，其实得奖啊一不也全部动火糖，大家要用更包容的心来听，就是。如果你觉得现在年轻人的东西都是老沟，你觉得你都听不懂，你可能就老了。所以不要排斥新的东西。那个不了解种也是从做晋升，永远吸收新的知识。韩国不是讲，其实我本来都感觉讲，所谓流行就是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流行嘛。它的流行就是那个年代。可是有一些歌就是没有什么流行的差别。如果19堂就做法术下20年嘞，还还有你来冲。出国比赛还还冲，要跟20年前那个其实这个很难得运气好。刚还还。继续写嘛还是会很想要继续写。每堂在出老师，你会想要写出，也不能说超越花树下，不过我会希望有一个20年过后，还有过好的作品出来。其实一直有啦，我就会花树下最有名。其实你下见到来写我也非常荣幸，你下动到台湾的合唱团，见到专门让我歌曲改编成合唱曲。就对于这写纯流行歌曲还有写客家歌曲的人来讲该台北市专业的合唱团，他们愿意把你的歌改成合唱曲，那感觉非常的荣幸。就是希望其他歌也多唱一些。你这个下各位我有特定喜好吗？就是用哪个曲的爱就唔好？冇，因为从情绪到生命的情感多样化，
你上去为为思念，上去为伤痛、悲哀、感伤，所以各种感觉我想都有。所以讲 multi 如果我感不爱，可能我动感的东西，我节奏感比较弱一点，可能适合写抒情一点的。可能因为我不会跳舞，我特别还因为我看大家说我会唱歌、会画画嘛，可是我肢体超差的。因为我在台后，我大学修了1年爵士舞。可是我在跳的时候，全班都在笑，因为他们就好像打男拳啊，那个爵士舞我打起来像打拳。考试的时候要打嘛，我看全班都在笑我，就很丢脸。后阴烟啊，跳舞还是跟打拳一样。不过后来还有去演戏呢，因为演戏会就没有什么障碍。你也是啊，你才厉害你从主播然后现在变成这个专业演员。可能有去好跳舞啊。你可能对学多年一点。对，你有好开 flamingo。哇，刚刚周希会有不自在的感觉吗？本来是一个业余去客串后来慢慢戏份越来越重，那也对戏剧有兴趣。有慢讲，我感觉拍戏很像我们小时候玩家家酒的游戏。我今天演爸爸，我今天演一个坏人，那你也可以揣摩这角色，你的灵魂要变成他的灵魂，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后来我也上一些表演的课，去跟郎姐上一些课。后来其实有些戏份比较重一点，我感觉运气不是很好，有几次很重要的戏比方说突然有事情没办法演，要不然就是那部戏突然出状况，比方说。本来曲友宁导演一直跟大陆合拍的，本来是个很重要的角色，后来大陆临时要改剧本，就后来剪成一部大烂片。台湾上映1个礼拜就下档。去年因为它恐怖片，所有都是专业的演员啊，对的，不剪出来是一部大烂片。演一个不要说哪一部，还有一版本来公视的电视电影院，本来是第2男主角。应该店名戏跟羊肉炉店有关系是一个文青开的羊肉炉店里面都放满这个文青的自画像，全部布置好了。要拍摄的前一天，我岳父过世，来不用也台流烟嘛，马上要赶回去，临时就改成喜祥哥去演那个角色。所以说演戏我是有兴趣，不过有几次很好的机会就是运气不是很好。对，有时候演戏，有时候有运气，你刚好拍到一部很好的片，你的演技好什么，那感觉 Poking 也还一张非常神奇。我想你演戏应该知道，是很大的挑战。就是你要去有点像佛教的化身，你真的演得好，你化身成那个人。哇，剛其他下禮拜還可以過看到韓國島。客家天神的就唔好很愛 Poking。對，太棒有一次演一個神父。但是其他的就没有。咁其他下禮拜有韓國島機會除了音樂方嘅作品，還有戲劇好嘅作品，可以韓國島會看到。不過我還是玩的心態啦，我拍戲還是玩的心態。好高青春喲，咁非常感謝余偉老師來同我打招呼，感謝。非常歡迎。我是黑你今天可以嗎？今天可以把它吃完？可以。會不會破戒？不會，這麼小一碗。你平常吃下生蘑菇哪些碗？我還都是加湯。真的好深那吃了一定要點大腸或豬腿，才能加深那個腥臭味。嗰叫模式入邊，賣一條台北很多，好吃的不多，因為他們很多豬腸用肥皂粉洗，有時候擠豬腸可以吃到那個肥皂粉味。因為擠豬腸很麻煩嘛。